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行出新意思。而家咧香港近期咧好流行一種新嘅運動，就係 HYROX 啦。佢結合咗跑步啦，同埋唔同嘅功能性體能訓練，喺外國已經好流行，香港都越嚟越多人參與。到底 HYROX 有啲咩魅力吸引到一眾中意運動、中意健身嘅愛好者呢？今日我哋好開心邀請到兩位嘅健身教練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咁我想問下咧，阿富同阿許咧，你哋當初係點樣接觸到HYROX 呢一個嘅運動嘅咧？好啊 ，HYROX 咧大概我係喺4-5年前已經接觸得到噶啦。咁當其時咧都有啲朋友咧 send 啲相俾我睇喎，喺互聯網裏面。咁我見到個運動咧好得意喎。咁主要原因係因為咧佢結合咗跑步啦，同埋結合咗健身呢樣嘢喎。咁對於我哋做健身教練嚟講咧，其實係好陌生嘅。因為混合式訓練咧，其實喺香港好少見，所以我係覺得好 surprise 有呢個運動咯。佢哋都真係好 charm。即係喺個比賽裏面咧，佢哋展現到一啲好同我哋過往與別不同嘅一個方向咯。頭先有提到 HYROX 係一個混合式嘅一個運動啦，可唔可以同大家都簡單介紹一下，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賽事或者運動嚟？其實 HYROX 係咁樣嘅，佢係一個混合式嘅體能比賽啦。咁其實佢有好多基本嘅運動元素喺裏面啦，其中有跑啦、跳啦、推啦、拉啦、蹲啦同埋爬嘅。咁每一個參賽者咧需要跑1公里，然之後咧去下一個體能訓練站，完成體能之後咧再跑1公里，再去另外一個體能訓練站，如此類推咧就跑8公里同埋8個體能站，比拼時間，最快者為勝咯。咁8個唔同嘅體能站啦，然後又有跑步啦。咁喺對於唔同嘅參賽選手嚟講，特別係香港嘅選手啦，有冇話邊一個嘅體能站係最辛苦、最難嘅咧？體能站最辛苦嚟講咧，我覺得就應該係推雪橇同拉雪橇啦。因為對於佢嚟講咧，以前嘅 gym room 咧其實係冇呢啲配套嘅，或者好少有呢啲配套嘅。對於佢嚟講好陌生，同埋佢嘅 HYROX 嘅要求咧都高，需要好重啦。咁所以咧，一般做 gym 嘅朋友咧係比較少接觸嘅。咁係咪近年你哋都見到呢一個嘅風潮，所以就想將 HYROX 呢個項目咧都擺入你哋健身室做一個恆常嘅訓練項目？係啊，冇錯，因為 HYROX 嘅出現咧，其實令到成個市場咧有啲好大嘅變動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呈現到一個與別不同嘅 fitness 嘅標準啦。咁過往我哋做健身可能會想係針對肌肥大啊、健美啊，跑步就可能講耐力啦。但係 HYROX 嘅比賽咧，你會見到所有嘅參賽者咧都會係另外一種形態出現嘅。佢哋又有氣啦，又有力啦，又有型啦。咁所以咧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年輕人啦，或者係想挑戰自己嘅人咧去參與。咁所以我哋就會將佢放落我哋健身室度啦。咁阿許你提到啦，咁其實咧係 HYROX 咧係結合咗唔同嘅運動啦，可能需要唔同嘅肌肉力量啦，喺外國都越嚟越流行。喺香港點解又會有呢個風潮咧？阿富點解啊？其實第一呢，我都想講唔好意思啊，我唔係香港人，但我講咩錯呢？係真係唔好意思啊。HYROX 呢有好多樣樣啦，我覺得有好多樣樣，佢有嗰個人做好多運動，同埋嗰個人冇做運動可以參加啦。有幾個 category 啊，好似 HYROX Pro 啊，嗰個人好中意做運動，日日做運動，佢哋播HYROX Pro 啊。嗰個人呢係冇咁多時間做運動，我其實想試下，佢可以 join 嗰個 HYROX Open 啦，係啊，幾好啊。同埋一齊一班人一齊玩呢係好玩啲啊，係咪？有 more energy 啊 ，more motivation 啦，係咪咁樣？同埋我覺得呢嗰個人比賽 HYROX 比賽。佢個朋友啊，佢個屋企人啊，可以去鼓勵佢啊。好似嗰個 atmosphere 係幾好，你都係嗰個人比賽，你都係好近啊，佢睇到你啊，聽到你啊，鼓勵佢啊，幾好玩啊！咁即係話其實 HYROX 佢之所以喺香港都流行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唔同程度、唔同 level 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啦。即係可能一啲初手運動嘅入門嘅人咧，就可以揀一啲比較簡單嘅賽事去參與咁樣嘅意思係嘛？同埋佢係咪當中都有啲個人賽或者團體賽可以俾大家揀㗎？係啊，有啊，有好多有 partner。mix partner 同埋嗰個都係幾好啊，好似嗰個男人同埋女人一齊比賽都可以啊，好多 competition 冇得咁樣啊，係男人愛女人。
呢啲呢係一齊玩都係幾好。我網上睇到好多唔同嘅影片咧，我最印象深刻咧都係一啲情侶啦，或者係一啲夫妻啦，或者係唔同嘅朋友啦。咁佢哋係一男一女去挑戰一個嘅雙人賽，現場嘅氣氛咧都係好熱鬧，所以呢個賽事係可以好歡迎唔同嘅一啲嘉賓係一齊喺現場為參賽者打氣嘅，係咪啊？係啊，冇錯。咁你見到咧，其實佢 HYROX 咧設計到咧，其實由開始佢係想設計一個舞台，令到每一個人都好似個 superstar 喺上面呈現自己努力嘅表現，俾到佢最愛嘅人或者佢認識嘅朋友去支持佢。呢個係 HYROX 原本開始已經係咁樣設計，係可以被看見嘅努力咯。咁但係佢又需要跑步啦，又需要一啲力量啦。咁喺訓練方面係咪要更加全能啲得先至可以做到咧？當然啦，因為喺個正如你所講啦，其實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嘅。有啲係可能係新手啦，所以話嘅新手咧係代表咩咧？其實完全冇參加過 HYROX 嘅朋友。咁嗰啲朋友仔咧，唔表示佢完全冇運動經驗喎。咁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可能佢真係做過肌肉訓練，但係佢冇跑步經驗。有跑步經驗，但係冇肌肉訓練。咁呢啲白紙一張嘅朋友仔咧，咁其實我哋都需要 take care 佢哋，就係話我哋會提供一啲適當嘅訓練，希望佢完成到比賽，安全有效咁完成比賽，同埋提供一啲我哋嘅技巧啦，俾佢咧，等佢完成比賽咯。咁喺你哋嗰個課程裏面咧，你係針對譬如係可能團體賽，佢哋有一班人嚟話，我嚟緊咧，可能係3個月之後我就參加呢個比賽啦，你幫我 train 到我做呢樣嘢啊？定係你係開班咁啊？大家揀唔同嘅 level 去參加㗎？頭先講咗啦，咁其實我哋會分咗，究竟佢有參加過啊？冇參加過啊？定係還是已經攞到好好成績嘅朋友啦？頭先講嘅新手咧，其實我哋最主要係教佢哋技巧啦，希望佢哋喺安全範圍內做到佢想做嘅嘢啦，就係完成比賽。而中間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已經參加過比賽，希望有啲突破嘅。咁有啲突破嘅朋友咧，當然我哋希望係可以加強到訓練啦。無論個強度又好啦，無論個訓練嘅次數都好啦，希望佢多啲。而高手咧，其實咧最緊要係佢哋本身喺比賽啊，過往嘅比賽咧已經有好好成績啦。咁希望喺有佢嘅弱點裏面咧，針對佢弱點咧加強訓練，同埋咧希望可以喺個策略上面咧可以贏到。因為咧，畢竟佢可能高手嘅話咧，唔係淨係單人比賽，可能係雙人比賽，甚至係4個人比賽。咁佢哋好需要一啲設計上有啲策略去完成佢嘅比賽咯。咁即係可以為到唔同程度嘅一啲參賽者咧去做一啲客製化嘅訓練啦。咁喺健身室嘅設備配合方面，你哋係咪又要添加唔同嘅器材㗎？當然啦，因為比賽咧，佢講求佢有啲儀器咧需要添置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可能係啲滑雪機啦，可能係啲蛙艇機啦，同埋可能係需要一啲佢哋需要嘅配套啦。有個相對大嘅地方啦，然之後可以俾到佢哋可以做啲 burpee jump 啦，或者係 lunges 啦。咁所以喺個健身室本身佢個間隔同設計方面咧，其實都需要作適度嘅調整咯，咁咯。咁我嚟報名參加，尤其是你哋 HYROX 課程嘅一啲學生，通常係啲咩群體為主啊？上班族啊，定係本身已經係做開運動嘅人咧？我哋有嗰個好後生啊，18歲、19歲都開始同我哋操啊，同埋有老人家都係同我哋一齊操啊，係啊。有嗰個人呢好中意做運動，嗰個人冇時間做運動，佢慢慢train 下，同我哋 train 下。但佢哋 set 嗰個 target 咧，嗰個 timing 咧，佢哋要操啊嘛。係好似嗰個人冇咩 target 呢，佢哋慢慢嚟，佢都冇慢慢好啲。佢哋而家有 target，我哋係5月係啊，我哋5月比賽呢，佢哋有 time frame，佢哋操好啲啦。
即係根據嗰個嘅學生，佢係純粹咧想嚟認識下呢個運動啊，定係佢係嚟緊有一個嘅賽事，你哋都會有唔同嘅訓練餐單俾佢哋㗎，係咪啊？係啊。咁對於譬如可能上班族嚟講咧，平時要返工啦，咁之後再嚟健身室佢哋去參加一個嘅訓練嘅時候，嗰個時間分配會唔會都要投入好多咧？係咁嘅。香港人都好忙啦，咁有時係忙返工啦，忙陪屋企人啦。咁我喺我哋嘅設計裏面咧，當然啦，需要一個彈性嘅訓練時間啦。咁有需要嘅話咧，可能我哋都需要做啲 online 嘅 training 俾佢哋啦。可能係教一啲關於比賽嘅知識啦，或者係啲策略啦。咁呢啲可以透過我哋嘅 Zoom 啦，可以去做得到啦。咁而對於佢哋嚟講咧，我覺得都要有一個目標感嘅。我都會調翻轉頭問佢。如果你想完成一個 HYROX 比賽，究竟你要付出啲乜嘢咧，先至會完成到個比賽咧？咁我諗將個價值提升到俾佢哋，等佢哋咧知道，其實原來我參加要完成呢個比賽，甚至乎攞一個好成績嘅話，其實我相應我都要調整我嘅先後次序喎，咁 priority 咁樣咯。咁喺今集咧，我哋都聽到兩位嘉賓啦，同我哋分享咗 HYROX 呢個新興運動到底係啲乜嘢嚟啦。喺當中有唔同嘅選擇，係俾唔同程度嘅參賽者可以揀。無論你係入門定係你本身已經係高手咧，都可以揀參與呢一個賽事嘅。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傾過。